现代台语版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扫罗继续恐吓要杀害主的门徒，伊去见大祭司，要求大祭司写公函，予大马士革逐个会堂准伊搜查，然后找到信奉这个道路的人，无论男女，通甲因绑起来，押去耶路撒冷。伊就来，得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忽然有光对天来，四面甲伊照，伊就跋落涂骹，听见有声对伊讲：“扫罗，扫罗，你是安怎在迫害我？”伊问讲：“主啊，你是甚物人？”迄个声应讲：“我就是你在迫害的耶稣。起来，入去城内。得到做的事，有人会甲你讲。当行的人就徛地，硬硬袂讲话，因有听到声，毋过无看到人。扫罗对涂骹爬起来，目睭天开，啥物拢看袂到，因就牵伊的手，带伊入去大马士革。伊3日久无看见，嘛无食无啉。伫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做阿拿尼亚。伫异象中，主甲伊讲：“阿拿尼亚。”伊应讲：“主啊，我伫遮。”主讲：“起来，去迄条直街，伫犹大的厝找一个大数人，叫做扫罗，伊拄在祈祷。”伊伫异象中有看到一个人叫做阿拿尼亚入来，甲伊换手，互伊袂当阁看见。阿拿尼亚应讲：“主啊，我有听到真侪人讲起这个人伫耶路撒冷对你的信徒做真侪恶毒的代志，伊有祭司长的授权，通掠所有求叫你的名的人，现在来伫遮。”主对伊讲：“你去，伊是我竞选的器躯，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我嘛要互伊知，为着我的名，伊一定着受真侪苦难。”阿拿尼亚就去，入去迄间厝，甲扫罗换手，讲：“扫罗兄弟，你来的路中，对你显现的主耶稣。找我来要互你袂当阁看见，阁受圣神充满。”随时有亲像彼然的物件对扫罗的目睭落落来，伊就阁会看见。伊起来领受洗礼，食饱了后，体力就复原。扫罗甲伫大马士革的门徒做伙住几若日，伊随时伫逐个会堂宣讲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听到人拢着惊，讲伫耶路撒冷消灭求叫即个名的，敢毋是即个人？伊来遮敢毋是要掠信徒，甲因押去交互祭司长？扫罗哪讲哪有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互住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通辩驳。真侪日后，犹太人斗阵计谋要杀扫罗，因的计谋有互扫罗听到，因明日伫城门长等要甲伊杀。毋过，伊的门徒伫暗时甲伊带出来，用一个篮对城墙顶甲伊垒落去。扫罗到耶路撒冷，想要甲门徒交陪，因拢惊伊，因为无相信伊是门徒。不过巴拿巴接纳伊，带伊去见使徒，甲因说明扫罗伫路中看见主的经过，甲主对伊讲话，以及伊伫大马士革
偌尔勇敢，奉耶稣的名传道的代志。扫罗伫耶路撒冷甲使徒有出入来往，奉主的名好胆传道。伊嘛有甲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讲话辩论，因要求不时计谋要甲伊刣。信徒知影即个代志，就带伊落去凯撒利亚，对遐送伊去大诉。迄时犹太、加利利甲撒玛利亚逐所在的教会拢有平安，若坚固发展。所行所做敬畏主，得到圣神的鼓励，人数一直加添。彼得去逐所在访问，嘛访问踮伫路台的信徒。伊伫遐拄着一个人，名叫做以尼雅。这人半身不遂，已经倒床8年久。彼得对伊讲：“以尼雅，耶稣基督甲你医好啦，起来整理家己的面床。”以尼雅随时起来。所有住伫路台甲沙伦的人，拢有看到，就信来归主。伫约帕有一个女信徒，名叫做大比代，希腊语是道家，伊有做真侪好事，真济善车人。伊破病死去，人洗伊的尸体了后，甲伊下伫楼顶的房间。因为路台离约帕无远，门徒听到彼得伫遐，就找2个人去遐，求伊讲：“请你赶紧来阮遮。”彼得就起来，甲因做伙去。伊一个到位，有人带伊去楼顶的房间，所有的寡妇拢围伫彼得的身边啼哭，摕道家生前做的内衫、外衫互伊看。彼得叫大家拢出去，就跪落去祈祷，然后活过去对尸体讲：“大比代起来！”道家目睭天开，看到彼得就起来坐。彼得伸手甲伊扶起来，后来叫遐个信徒甲寡妇拢入来，互搁活起来的道家甲因见面。这消息传遍约帕，就真侪人来信主。彼得伫约帕一个番皮师傅西门的厝住真侪日，